哦。我再次强调，胜负不是重点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们一直都在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。加油！来讲一讲，今天啊都要打核心和群员你们2人，你们在里边给我要住了呗，听到没有？明白。其余的人呢，注意空切，他们班身体不行，这是我们的优势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好好打，没事啊。放心吧，王老师。老师。廖老师啊，以为你怕了不来了呢，等半天了。怎么孟老师想加注啊？你要是钱多的实在没地儿花呢，可以买你们班业务。啊，要不孟老师先借点花花啊？少废话，场上见。走。下快步快点儿！烈火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了，还能打。是吧？换衣服，准备上场。我说了我没事，我还能上。廖老师需要换人吗？不需要，继续比赛。注意啊！继续比赛。还行吧，哥们儿。慢跑过来。好。干什么呢你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！球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廖老师，抱我下来，我还能打。抱我下来。打得不错啊！廖老师，抱我下来，我还能打。给我闭嘴！钟老师，你能让我重新回到场上吗？你这是韧带拉伤，你得休息。不行，你没看到场上的局势吗？我们快要输了。输场球算什么呀？你这脚不要了？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少废话，就算输也轮不着你上场。廖老师，就给我这次机会吧。以前我们班为什么这么讨人嫌？就是因为我们干什么都不行，没人关心我们的死活。我们这么做，只不过是想让别人注意到我们。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了。廖老师，你就给我们这次机会吧。死，我也要死在上面。
郑老师有办法。这， 10分钟，只要10分钟就好。那我试试吧。叶一虎，你千万别撑着啊！要是不行了就赶紧下来。好，你放心。把他扶起来。